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11月18，诗篇86篇10安尼讲：上主啊，求你将你的道路指示我。我要照你的真理来行，求你予我用专一的心敬畏你的名。三甲来祈祷，予阮用专一的心敬畏你的天父。愿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阮的气力，是阮的位所。伫苦难的日，是阮逃闪的所在。主啊！你是试验义人，监察人的心腹、心肠的，求你予阮看见你道理的真实，因为你用忠信诚实行奇妙的事，就是你对古早就已经拟定的。主啊，因为你是阮的光灯，要照光阮的黑暗。我要时刻来学习你的名。主啊，世间达人行家己的路，追求家己的利益，也是空空，总是主啊，求你将你的道路指示阮，我要照你的真理来行，求你予阮用专一的心敬畏你的名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